消息本拢从向电视媒体，那个四边记46第2节讲到，上帝就会设计个避难所，甲设计个力量苦难之时那个意思都係講到係講設計社會呢行到家庭度方面，乜嘅工作方面，設計要痛苦，要冇路行去到，做工咩兩咩工對兩對，冇力量我行呢個社會社會嘅路線我係講向電視媒體呢四邊佢講家啲上帝就係設計嘅避難所，10分要現實，10分要做。佢設計嘅力量，10分要做，三設計係相信佢，係求佢嚟夾呢個同齊。每日上帝呢，佢嘅問題緊咧，呢就係喺耶穌基督嘅方面，你求耶穌基督，即係求我上帝，求耶穌基督就設計嘅避難所，就設計嘅力量。當時間要痛苦之時，當時間要苦難之時，熱天嘅開路本時間，大時間嘅平安得救，阿們。